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3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41天。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说在前线总共记录了171次战斗，乌军不断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推进，目前已推进至皮善耶以北。与此同时，乌军正在斯瓦托维方向向北和向南挺进。乌军还摧毁了俄军的一座重型机械化桥梁。俄军试图利用这座桥梁，在哈尔科夫州的德沃里奇纳地区修建一座横跨奥斯基尔河的渡口。4月2号的消息是，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乘坐装甲车突破俄罗斯别尔格莱德州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俄罗斯的电报频道透露了该消息。在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波波夫卡和德米多夫卡附近，战斗仍在继续。乌克兰军队正以小股步兵出击。自从3月18号乌军进入别尔格莱德之后，现在在别尔格莱德据说已经占了大概将近200平方公里的领土。乌军在库尔斯克继续占据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现在乌军又突破了布良斯克州，这乌军可以说现在是越打越有起色。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准备袭击俄罗斯别尔格莱德州的边境村庄，叫科洛蒂洛夫卡，以切断俄罗斯的后勤枢纽。这是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说法，说俄罗斯联邦正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附近集结兵力，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其人员优势是乌军的10倍。俄军可以利用位于河口东北部的桥头堡来加强其在谈判桌上的地位。俄军在利曼集结他的重装部队，准备给乌军来一个致命一击。实际上俄军在前线的防线已经处在这个摇摇欲坠之中。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为了阻止乌军的进攻，俄罗斯军队也就是他的空天军竟然在别尔格莱德州投下了 FIB 3000炸弹，这个3吨重的炸弹，炸毁了自己的大坝，就是为了阻止乌军的在别尔格莱德的行动和进攻，不惜用这种炸弹炸自己的大坝，洪水一泻而下，把乌军拦在那儿。也就是说现在都是21世纪了，这个俄军跟乌克兰也打了3年多，奔4年了，还在用这种最离谱的方式来防守，已经说明问题，要么说明俄罗斯的局势非常紧急，没有办法，迫不得已只能炸大坝来阻拦一下，能拦多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因为别尔格莱德确实兵力空虚，要么就说明这个俄军确实拿俄罗斯的老百姓财产和生命当作儿戏，无所谓。就在美国和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正在谈判打口水战的时候，这个乌军他的指挥部和他的先头部队根本就没有闲着。虽然乌军从库尔斯克撤回，因为美国媒体报道，在库尔斯克俄军集结了大量的装备和人员，还有朝鲜部队，准备一举将乌军击溃。他的兵力和乌军达到了7比1，所以乌军没有办法，只好撤退。现在退到库尔斯克和苏梅州交界的地方，库尔斯克有一片丘陵地区，那儿是易守难攻，所以乌军现在就在那儿防守。同时，这个乌军悄悄地收复多地，俄防线正在摇摇欲坠之。顿涅茨克前线又传捷报，乌克兰不仅成功夺回兹维列夫，还拿下了要塞科特林，正从东北和南部2路猛攻，直接冲击俄军阵地。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的防线正在崩溃之中，之前还能勉强死守，现在乌克兰反攻如潮，俄军连稳住阵脚都成问题。这一下俄军可以说进退两难，退无可退，守又守不住，只能等着被乌克兰消灭。在斯瓦托维方向，乌克兰收复了新霍里夫卡等多个阵地，并开始向北向南推进。俄军被打得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这么猛？刚才咱说过了因为普京和格拉西莫夫以及这个别罗乌索夫，他们就趁着特朗普不是给乌克兰断了军援，又停止情报共享，就趁这个空当，他把扎波罗热还有乌东前线还有这个赫尔松地区精锐的俄军全部抽调到库尔斯克去了，准备在那儿把乌军一举歼灭，或者就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结果造成了其他地方兵力空虚，乌军也抓住这个机会反攻他一把。俄军3个月共损失50辆坦克，其中 T80型坦克比例最高，而 T
T72坦克比例是战争中最低的。这个 T72这种坦克曾经是俄军的主力，现在看俄军的库存越来越少，甚至有些坦克的数量已经快见底，这个就是俄军逐渐崩溃的一个标志。俄罗斯现在已经处在无力回天的边缘。这个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总结3月战况，他说最劲爆的数据，1周消灭俄400多门火炮。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俄军一度占着他的火炮优势，就是它是主要数量优势，拉平曾经一天要打5到7万发炮弹，这什么概念？乌军是5000到6000发炮弹，这是乌军的10倍。但是现在你看乌军打俄军的火炮可以说非常轻松，1周就消灭了400门火炮。那主要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突飞猛进，乌克兰的无人机年产量已经突破400万架，最远的射程超过1000公里。俄军的火炮在乌克兰无人机和海马斯火箭炮的精准打击之下成片报废，特别是西方提供的这种先进的反炮兵雷达加入，使得乌军可以快速的锁定、精准摧毁俄军的炮兵阵地，让俄军根本无法有效还手。俄军猛攻了将近10个月的波克罗夫斯克，现在战局发生扭转，这个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村很有可能要败退。这个俄军4月1号不顾特朗普的号召或者提倡或者签署的叫什么和平倡议也就是双方停止1个月互相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结果俄军4月1号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泽连斯基对俄军发动的空袭发表声明，他说昨夜俄罗斯军队继续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共发射74架无人机，其中54架为沙赫德无人机，哈尔科夫成为重点目标，遭到至少14架无人机的袭击。不幸的是，部分无人机击中了目标，造成多人受伤，包括3名儿童。目前他们已经接受必要的救治。奥德萨州和苏梅州也遭到袭击，俄罗斯军队故意打击能源设施，一架 FPV 无人机击中了苏梅州的一座变电站，而第聂伯罗地区尼科波尔市的输电线路则被炮火损毁。此次攻击导致近4000名用户在这2个地区失去电力供应。你看，这特朗普心心念念的说给大哥一个面子，你们先停火，普京拖延没答应，那特朗普就说了，那能不能先停止对能源设施的打击？结果普京又没有遵守这个约定，继续打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此外说，俄罗斯还在持续进行空投炸弹袭击，仅在苏梅州，从昨日到今晨，俄军就投下了近50枚制导炸弹。俄罗斯的系统性、持续性打击清楚地表明，莫斯科无视外交努力，普京甚至不愿考虑哪怕是部分停火，必须对俄罗斯施加新的切实有效的压力，让这场战争朝着结束的方向发展。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波罗的海3国之一的拉脱维亚国防部长他发文说，将向乌克兰送一批1500架无人机。这个小国也不容易，一直在援助乌克兰。拉脱维亚他不是牵头搞了个无人机联盟，这个作为国际无人机联盟的一部分，2家拉脱维亚公司将于今年上半年向乌克兰交付总计12000架价值1700万欧元的无人机。根据报道说，英国将免费向乌克兰提供8到10架退役的直升机，这些直升机配备夜间作战装备，可搭载15名士兵，并配备现代导弹系统。而葡萄牙最近派出了8架该类型飞机，也就是直升机，而法国正在考虑采取类似行动，也就是英国、法国、葡萄牙要给乌克兰援助这个直升机，武装直升机。这英国人说干就干，英国、瑞典首次联合执行北约空中侦察巡航任务。英国空军6架台风战机今天抵达波兰东部，展开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翼的强化空中侦察巡逻任务，并将首度与瑞典共同执行。这也是瑞典自去年3月正式成为北约一员后，首度派遣军机赶赴另一个北约成员国参与北约空中侦察任务。瑞典空军向波兰部署的是鹰狮战机，向波兰东部派遣战机说白了就是用来监视俄罗斯的。俄罗斯的一举一动恐怕都在英国人的掌握之中。魏玛加国家同意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魏玛加国家也就是西班牙、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波兰，这么多国家叫魏玛加。这个外交部长以及欧盟外交部长卡拉斯在马德里会议上确认，将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政治和人道主义的支持。根据路透社报道，魏玛加国家的外长们表示，他们不会接受任何限制乌克兰自卫或禁止其盟友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
此外，他们支持在欧洲委员会框架内设立一个特别法庭，以调查俄罗斯的战争罪行。美国他不已经退出了吗？人家欧洲自己搞一个特别法庭，准备要审判这个战争首犯，这战争贩子。与会者还表示愿意继续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以使乌克兰处于争取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最有利地位。联合声明说各国强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应继续维持冻结状态，直至俄罗斯停止战争并赔偿乌克兰的损失。也就是冻结了俄罗斯资产，他现在不能动，他也不让他取，还给他冻结。冻结到什么时候呢？战争停止，俄罗斯给乌克兰开始赔偿。你看看这钱都有用处的，俄罗斯想不赔乌克兰那是不可能的，把你这个钱已经冻结了。我们再看看德国，德国现在发出最强音。什么叫最强音？首先是美国和乌克兰矿产协议。4月2号华尔街日报他这么说的，他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会提出一项乌克兰不会接受的自然资源协议，以便将该协议的失败归咎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这个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话透露这一消息，也就故意的再一次激怒泽连斯基。泽连斯基肯定没法签这个卖国条约，那好，特朗普趁机把这责任又怪到泽连斯基的头上。消息指说是乌克兰试图不激怒特朗普，同时抵制与美国签署新经济协议草案。该协议草案将允许美国从乌克兰的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经济项目中获利。消息称说，新项目的规模导致一些分析人士得出结论，特朗普可能试图提出一项乌克兰无法同意的协议，以便将协议签署的失败归咎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显然，这个特朗普不怀好意。那么乌克兰方面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泽连斯基对媒体说，他说鉴于乌克兰正在加入欧盟进程，关键矿产协议必须符合欧盟法律。他说我们感谢德国联邦议院批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30亿欧元的决定。总体而言，德国今年的援助将达到70亿欧元。感谢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始终坚定不移，稳定不变。泽连斯基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就在特朗普故意找茬，故意提出这么泽连斯基无法接受的这种合同来逼泽连斯基，你签吧，你卖国；不签正好。特朗普借坡下驴，把责任怪到泽连斯基身上。结果这个时候德国外长跑来挡了一刀。这个路透社报道说，一众欧洲国家中，德国发声了。华盛顿日前抛出了一份条件更为苛刻的最新提案，德国对此发出了声音，说当地时间周二，在乌克兰基辅举办的联合记者会上，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表示，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任何矿产协议都必须符合欧盟法律。按照贝尔伯克的说法，乌克兰此前已与欧盟就稀土金属达成协议，因此后续任何新的协议都应该符合欧盟法律，特别是在乌克兰已申请加入欧盟的情况下。贝尔伯克强调，欧洲在支持乌克兰和未来和平协议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基辅和华盛顿正在谈判任何矿产协议中，欧洲所起的作用亦是如此。在谈到潜在的协议的时候贝尔伯克说，毕竟这是我们欧洲大陆，我们当然也在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这个乌克兰的外长西比加他也说，他说与美国就稀土金属达成的协议不应与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存在矛盾。他强调，这是乌克兰的关键立场之一。我们已经开始谈判这项协议，就是加入欧盟。他说不能以任何方式与我们实现欧洲一体化、融入欧盟的路线相悖。你看看这个特朗普逼泽连斯基正犯愁，这时候德国出来挡一刀，德国站出来说，我们签的任何协议必须符合欧盟的法律。这一下不同意，不是泽连斯基不同意，是欧盟不同意。怎么着？有什么冲欧盟来？既然你特朗普不保护乌克兰的安全，现在是欧洲要起来保护乌克兰，你凭什么美国要把乌克兰所有的东西都拿走？这道理，即便算上这个援助，那只有1000亿，这1000亿美元里面，真正的现金付给乌克兰只有300多亿，那600亿都是付给美国的那些军工综合体了。美国把那库存的炮弹送到乌克兰，你跟人家要全国的矿产资源，然后你又不给人家安全保障，那泽连斯基凭什么答应？泽连斯基还说了我这个矿产协议里面没有说要加入北约，既然大家都不同意，美国不同意他加入北约，那行，但是你安全保障，你援助，对吧？你从乌克兰拿走东西，你给人家什么回馈？所以你看这个时候，这个德国站出来发出了最强音，德国的外长直接
挺胸而出，你美国你不要逼乌克兰，现在有什么你冲欧盟来吧，欧盟不同意。这还没完，为什么说德国发出最强音呢？前几天这个普京不是提议吗？让联合国接管乌克兰，说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是不合法的总统，已经过期了。根据媒体报道说，德国认为俄罗斯应与泽连斯基而非临时政府谈判。德国认为泽连斯基是乌克兰合法总统，并反对普京提出由联合国主导对乌克兰实施外部管理的提议。德国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德国政府认为泽连斯基合法担任乌克兰总统职务，是该国合法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对象。德方表示，应由基辅当局主导和平协议谈判，无需理会普京所称的临时政府。德国政府发言人强调，泽连斯基认识乌克兰合法总统，只有他才能代表国家进行谈判。德国力挺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是合法总统，只有他代表乌克兰。你俄罗斯想谈，你只能跟泽连斯基谈，你耍什么花枪都没用。德国又说了，德国经济部代表艾因霍恩，他对媒体说，他说德国不打算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并使用北溪天然气管道。前一阵子不是传言说俄罗斯跟美国谈判要恢复北溪管道吗？你恢复了北溪管道，那头是谁？那头是德国。人家德国说了，你们也别费心了，谢谢你美国的好意，我们不打算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也不打算使用北溪天然气管道，你们谈个什么劲呢？这个德国的经济部代表艾因霍恩说，他说德国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了在能源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并且无意重新依赖俄罗斯，因为能源自由是一个巨大的价值。在回答关于是否有可能恢复通过北溪天然气管道4条支线之一进口天然气的时候，为什么是4条支线之一呢？是因为那3条支线于2022年秋季被炸毁后，那3条已经不能用了，只有这1条支线现在是完好无损的。那也就是记者问你会不会通过这条支线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这个艾因霍恩说没有这样的计划。但被问及柏林对美国和俄罗斯就该管道进行谈判的报道态度时，他保证德国政府绝不参与此类谈判，与此无关。这个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伊科嫩他也说过，他说北溪2号从未向欧盟供应过天然气，因此欧盟委员会不会以任何方式参与围绕其未来的政治讨论，但会确保该项目的任何发展都不会违反欧盟现在的天然气立法。你看，也就是俄罗斯心心念念的想通过现有的这些渠道，把天然气卖到欧洲，就白日做梦。只要你一天在侵略乌克兰，你一天就卖不了天然气。你看德国多强硬，德国可以说现在是全方位在支持乌克兰，力挺乌克兰的。特朗普现在又后悔了，他把欧洲给刺激起来之后，他发现他又吃亏了。4月2号，据英国路透社报道，美国已正式对欧盟重新武装欧洲防务计划提出反对。美国政府认为，这项价值1500亿欧元的计划会使美国军火公司在欧洲防务中参与度降低，进而影响到跨大西洋关系。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向欧盟国家发出警告称，任何将美国公司排除在欧洲国家招标之外的做法都会被华盛顿负面看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对此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欧洲加强防务的想法表示欢迎，但不能以对美国公司设置新壁垒为代价。你说特朗普可以说不要脸到家了，既要又要，一边说他不打算保护欧洲，因为你们的国防预算占 GDP 比值太低，没有达到 2%、3%， 你不花钱我就不保护你。现在人家欧洲自己支棱起来了，欧盟搞了个1500亿的国防预算计划，这1500亿很有可能就在欧盟国内部采购你比如说他跑到法国采购或者德国采购，这1500亿欧元人家就不去你美国采购。结果特朗普急了，或者我把你们欧盟把战争经费给你忽悠起来，逼你们增加，或者你一口汤都不让我喝，你们倒是增加了，你自己买自己的武器，你内部消化了，你不买我的武器，那我不是白忙一场。特朗普也觉得亏，开始强烈反对。这卢比奥更是赤裸裸的威胁，你如果不让美国的军火公司参加招标，那你就是不友好国家，那叫制裁你。根据彭博社报道说，美国参谋长联谊会主席提名人丹·凯恩将军表示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凯恩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2025年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尽管当前的军事行动造成了俄军大量损失，但克里姆林宫认为战争对其有利。普京仍坚持在乌克兰实施其目标，包括确保领土扩张，并迫使乌克兰保持中立。凯恩强调说，美国应专注于其独特的军事能力，同时欧洲国家应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那就是这个参谋长联谊会议主席的提名人凯恩
他是倾向于乌克兰跟俄罗斯打到底。终于，特朗普的小团体里面有了一个对俄罗斯稍微强硬一点的这个成员。当然了，美国的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叫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这两人联合提出法案，拟因俄罗斯拒绝与乌克兰达成持久和平而对其实施新一轮严厉制裁。这个法案的内容，500%的关税对从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原材料的国家进口商品征收500%的关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印度，你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行了，印度出口到美国的这商品加征500%的关税。也就是你要么跟美国做生意，你要么你跟俄罗斯做生意去，2选1。这第二个说初级加次级制裁，也就是2级制裁。它不仅直接制裁俄罗斯，还制裁支持俄方战争的个人以及机构。如果俄方破坏和谈或达成协议后违反条款，制裁将自动生效。两党支持该提案，由50名参议员联合提出，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人数相等，显示出两党对俄制裁立场的高度一致。我们再看特朗普这回是真生气了虽然他还不敢跟普京发脾气，但是确实有点憋得慌，憋出内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时，突然罕见地表示对俄罗斯总统普京非常生气，并威胁如果他认为未达成俄乌停火协议是俄方过错，他将对俄石油加征2级关税，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对进口俄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这个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他说，特朗普对俄乌冲突双方的领导人感到沮丧。大家看视频。 President right now is with the trade and tariff team. They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this is all going to work. But what if they're wrong? They're not going to be wrong. It is going to work. And the president has a brilliant team of advisors who have been studying these issues for decades. And we are focused on restoring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and making America a manufacturing superpower. And again, Peter, I would point you to the investments that have already trickled into this country. And the president hasn't even made his tariff announcement yet tomorrow. There have been billions of dollars in private investm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ouring into American communities. What does that look like for those watching at home, for the people you mentioned worried about their own economic circumstances? It means more jobs in your communities, which means more money, more investments, more money in your pocket. That's what the president is committed to. And I would be remiss if I didn't mention the president's commitment to tax cuts, which we are counting on Congress to do, especially on Social Security. 有人分析说，俄乌停火是特朗普上台后最想达成的外交成就。当俄乌双方一边对美采取敷衍策略，另一边坚持自己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俄乌几乎不可能停火。更令特朗普恼火的是，原本他认为能轻易搞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不听话。乌克兰曾表示同意美国提出的为期30天的全面停火，并于之前3月11日表示，如果俄罗斯也同意停火条件，基辅愿意接受，但迄今为止莫斯科拒绝了。特朗普很没面子，这个我在以前就说了，特朗普他想着停火很容易，但实际上停火很难，他居中协调，最后是一地鸡毛，最后是丢人现眼。他拿他那个商人思维跟普京打交道，被人家耍得团团转。你看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31日签署关于春季征召俄罗斯公民服兵役的法令，根据法令是2025年4月1号到7月15号，对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未服预备役且应服役的俄罗斯联邦公民开展征兵工作，征兵总数16万人。这个俄罗斯每年春秋2季各进行一次征兵，这个加一起恐怕就30万。30万什么概念？就一天够死800，差不多1年就死完了。也就是说，在普京看来，俄罗斯有的是耗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特朗普到底是真生气还是假生气，他到底怎么对待普京，敢不敢实施他真的这个叫2级制裁。特朗普今天对媒体又说，他说他对购买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施加的2级制裁关税已经产生了强烈意义，每艘船都撤离了，他们走了，很多船直接放下输油管就离开了。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既然这么有效，那希望特朗普赶紧你给俄罗斯施加2级制裁，不要又被普京耍。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会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